看到台北西门町一间出名现炒面店啊，拜四半暝啊，有2个歹徒举铁枝啊走入去内底边，甲人喊无咧，佮喊破店头海产图啊，规个水拢洒出来。歹徒要走的时，佮家己出倒，警察已经抓到人，即嘛要进一步来了解后壁敢有庄稼人。 野棍仔出现伫海产大门口，直接位边仔水柱啊，甲降落，内底水就亲像水墙共款流出来。啊，这个挂水暗的查甫人讲完了后，头歪咧就想要走，毋过煞跋倒，惊喺当场互掠着，爬起来了后赶紧走。啊，另外一边的监视器嘛翕到，共款挂水暗佮地无爱查甫人，也讲推啊喊店的玻璃，2个查甫人来讲店，店员发现的时阵已经袂赴啊。哦，声音那么大，当然会听到啊，我有看到啊。 好很快哦！我那个鱼缸15万，我后面这块玻璃也要2万块钱，大概20来万吧。代志发生伫台北西门町一间有名的海产店，本来店的用的水柱啊破去，损失真济。店外玻璃嘛互讲破，敢若会当暂时用插棒来扎咧。员工嘛，就是有跟客人吧起冲突，大概有半个月了。那现在我们在找那个员工，他也是做了几天就没有做了。头家讲伊无甲人结冤仇，怀疑是你这个员工甲别人有纠纷，结果对方就找人来报仇。警方目前已经找到动手的嫌犯啊，毋过后壁的庄稼人甲犯案的动机拢爱去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